是偌尔啊可怕。不过因为人的贪心，常常互阮心目无明。主啊，求你互即个世界，即马有足侪所在，主啊，拢在战争。求你真正失落你大权能。主啊，阮毋知你的意思，不过主，阮真正恳求你，互遮的战争紧紧来煞。即2天，阮教会柯牧师李传道，甲中级各团契的会长同工，因一齐到伫宜兰来举行同工的退休会，甲明年度事工的计划。主啊，阮也要为着因来祈祷，求主帮助因，伫这中间所讨论的计划的事，主啊，拢有你的旨意伫咧内底。主啊，求你祝福，甲因带因的脚步，求你圣神甲因同在，互因出入拢有对你遐来的平安。奉献主日，阮邀请到吴国安老师到阮中间来分享主你的话。求你圣神帮助阮，透过吴老师伊的嘴所讲的、分享的，互阮搁一摆好好来思考主你所爱阮去行的。主啊，阮中间也有一兄弟身体欠安、身体软弱、心灵软弱，拢求主你的圣神甲因伫地，医治因毋若身躯，还佫有心灵顶悬因所需要的。阮将今日礼拜为头到尾，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阿门。这是咱来看圣经，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伫咧新约的第175页。罗马书第5章第1节，牵着我来读。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我可以对神来立伫现今所大的恩典，搁仰望上帝的荣光来欢欢喜喜。毋若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仰望，也仰望无直到见效。因为上帝听对所想事咱的圣神来管压咱的心。因为咱犹旧软弱的时，基督到期替有罪的人死。因为替义人死的恶得有，替好人死的检采有人敢。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犹旧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何况咱已经伫伊的血得着称作义，要对伊得着救，免得迄个受气啊。第10节，若咱犹旧做对敌的时，对伊的囝会死，得着甲上帝搁和，何况已经搁和，要伫伊的话得着救啊！毋若安尼，咱现今已经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搁和，就对伊也掠上帝做通夸口。读圣经到遮，这是请少年团体来献诗
因囝要唱的歌是《伊是疼的主》。这是咱请吴国安老师来讲道，伊今仔题目是欢欢喜喜的确信。文山教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是吴国安吼。今仔日真欢喜，代表台湾新学院来到咱遮请安。真歹势，大家拢会听出来吼。我的台语毋是讲少练转的，所以以下请温准我使用华语。这一句昨天晚上练了很久哈。今天很开心来到各位的当中哈。那么在代表台湾神学院来跟大家来做一些的请安，做一些的报告。台湾神学院是马偕医生在来到台湾的时候创立的到今天已经150多年的这个时间那么现在我们全校大概有160几位的学生那么在这个阳明山岭头那里在这里训练未来的传道人。那么在我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有一个台湾神学院的介绍的影片那底下大概5分钟的时间请大家一起的来先看一下这一段的影片。
军地主的迄个时阵开始，咱就行往真捌疼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属于家己的旅程，排起家己的十字架，不管紧也是慢，咱拢正全力向前，总是有真济咱料想袂到的情形。所以难免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野生想要放弃。上帝的疼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的疼，这个疼显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咱度过困难甲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听啊，是非常的丰丰富富。你通过一人的分享的中间，咱会通更加了解到上帝听。就亲像圣经所记载讲，上帝听世间人。伫咱要唔捌伊的时阵，上帝就大声听咱。也因为听因果，耶稣愿意行用十字架这条路。也因为听因果，耶稣有对四个带予咱拯救甲唔捌。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侍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大成伫台湾的社会内面，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观察会当行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唔但看见上帝的恩典，嘛看见兄弟姊妹因为疼，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起造这间神学院。这款疼并无因为时间消失，而犹阁留存伫这个校园的各所在，直到永远。亲像圣经尼希米记2章18节所讲。我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因讲，咱起来去做。对安尼，因奋勇做一个好的工。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手牵手，为着台湾新人院的未来，奉献出咱的一份力量。疼是付出甲奉献，也是一款深深的承诺。伊的计划。互咱伫疼的中间向前，伊的计划，互咱伫疼的中间得到完全。虽然每一个人的脚步无同，无论头前安怎，咱犹顾继续向前跑走，行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的意向。
好，因此在这边再一次的代表台湾神学院，谢谢各位在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对我们神学院的这一种的支持让我们能够训练一代又一代的传道人在这个的侍奉的道路当中，我们一代一代的可以接续下去今天来到各位的当中。可能我要进到我的投影片的第一章谢谢。今天来到各位的当中，我从罗马书第5章的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欢欢喜喜的确信这一位他是英国王室的乔治王子在他年纪还比较小、比较可爱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家庭是非常的显赫他的这个这应该算是阿嬷是这个戴安娜王妃这个2个人有像吗应该是有像那这个的王子他从小这个每一次生日都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1岁生日不到的时候，全世界48个国家的人就送他很多的礼物。那么2岁生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家人送给他这个快要70万台币的一个小木屋那么还有这个送给他一栋树屋等等。到了他3岁生日的时候，记者去问他的爸爸，也就是现在这个 Prince William 威廉王子，说他你的孩子今天这一次收到多少礼物这个他的爸爸就说我不要告诉你我不要告诉你他收到的礼物太多了他实在是已经被宠坏了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不禁出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原来真的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大家的感受大概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会觉得不可置信我们也会觉得自己不过是平凡人，怎么能够跟这些王室的成员来相比较呢？但是我想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我也都是王子也都是公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我们有一位王他在天上，我们的天父也是这么样子的爱我们我们的天父也是这么样乐意的把很多很多的礼物来送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罗马书第5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一起来思想上帝送给我们的3个的礼物，还有3个的确信。从第1节到第5节的前半段，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确信、患难、有益第1节的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看到这个的一开始他讲到说，我们既然所以咱已经怎么样了呢？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是罗马书前面第3章到第4章讲到的这一个重点，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仰还有生活的一个起点它更是在罗马书当中保罗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因信称义的你跟我之后怎么样呢？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能够跟上帝相合有跟上帝和。这个的和好这个的相合如果是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它的意思是说，本来彼此之间有这种敌对的关系，但是现在没有了止息争竞。那如果进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字就会出现，这个读成这个 shalom shalom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我们这翻译成为平安。但这个的平安是更加完整的一个的意思它是讲到我们的这整个的人蒙上帝赐福，我们整个的人是活在一种的和谐跟整全的关系里面。我们基督徒非常的喜欢用平安来互相的问候招待的同工都会跟我们来道平安但是到底平安是什么到底平安是什么？我们看见平安在基督徒的这个讲法里面，最主要还不是内心平安peace of mind。虽然我们也追求内心的平安有一种的小确幸有一种的这种的温馨的感觉。基督徒的平安也不只是主赐平安peace of God。基督徒的平安更加重要，或者是它是来自于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
不是人单方面说我这个心里面有一种的小确幸，有一种的平安，而是上帝跟人之间有这种和谐的关系。我们就思想到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一位的马丁路德，当他在做年轻人的时候，也在修道院里面修道。那他在他成为一个新教徒的时候，他就回想起他以前修道的时候那一种的光景。他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修道士严格的遵守教规如果曾经有一个的修道士，任何的修道士因为苦修是进到天堂的话，那么我如果升第2名的话，没有人可以说是第1名哦。修道院每一个弟兄都可以来为我做见证。可是他也说什么呢？如果我继续的那么样子的去苦修、守夜、祈祷、阅读种种劳动的时候，他说我可能没有办法活着走出这一个的修道院。”路德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内心的平安，他没有主赐平安，因为他没有先跟上帝和好。但是上帝的话语后来临到路德，路德找到了福音，找到了称义，他也真的是与上帝和好了。因信称义与上帝和好这些都非常的好说进到这个的恩典当中，然后呢？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恩典之后，进到第3节，保罗开始谈到的是患难。那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同样的这种的经历。我们相信了主之后，未必就是一帆风顺。我们相信了主之后，也是经历到这个的患难的当中但是保罗劝勉我们什么呢？保罗劝勉我们说，要在患难的当中马咩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意思是说，甚至是认为这个事情是很荣耀，可以拿出来夸耀，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那这样子看的时候，保罗的这个说在患难当中要欢欢喜喜，这一个的讲法真的是不合常理，而且也是不通人情。一般来讲，我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应该都是辛辛苦苦、忧忧愁愁的吧？怎么有可能是欢欢喜喜的呢？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最苦的是什么？我觉得最苦的不只是那个受苦的本身，最苦的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受这个苦，最苦的是我们受这个苦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最苦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受苦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结果呀。很多年前张雨生唱过一首歌叫做《口是心非》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我只用念的，我不用唱的他唱到说：“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怕是怕这些苦没有来由。”可是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些苦不是没有来由而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得到益处。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位马丁路德，他也写过另外一段的话他写到说，患难有2种一种从上帝的严厉而来，一种从上帝的恩慈而来。为什么上帝严厉的对待我们，让我们受苦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他。那什么叫做从上帝恩慈而来的这一种患难呢？它有什么样子的目的呢？它是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的患难当中得到益处。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也就是患难对我们是可以有所帮助的受苦是有来由的，那我们就能够确信这个的患难是有益处的患难是有益处的。究竟患难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益处呢？我们经文接着看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上帝话语告诉我们，患难可以建立或者生出一系列的品格一系列的品格。第一个是忍耐到底要怎么去操练这一个忍耐的这种的品格呢？罗马书12章12节，保罗也说，在患难中要忍耐。那在这里第5章，保罗说，在患难会生出忍耐。那我们就得到一个的结论：因为忍耐，所以生出忍耐。我一直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耐心非常平静非常平和的一个人，直到我家里有了这个年幼的小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样子的有耐心所以在
忍耐的当中，才能够去操练这一个忍耐。再来呢，忍耐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生出这一种的老练，它的意思是经得起考验的品格，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学生如果说是这一个通过考试之后得到的好的成绩这个就是一种的老练或者是品格。再来这个的老练呢经文告诉我们会生出这一种的盼望忙。然后这一个的盼望是不至于羞耻，没地搞更小。为什么会更小？为什么会感觉到羞耻？因为盼望的事情得不到了盼望的事情得不到。前几个礼拜六，我带我12岁的小孩去考全民英检他告诉我说，现在11月考这个试，可是要到12月的时候成绩才会出来如果通过真的就欢欢喜喜，对不对？如果没有通过就更小，因为我们所盼望的落空了，盼望的落空。可是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从患难到忍耐，到老练，到品格，到盼望，而且到不蒙羞受辱，这是一条从患难到荣耀的道路。正如同加尔文我们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个创始人他也这么样子写到说，基督徒的危难不阻碍我们的幸福而且是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荣上加荣。上帝跟我们为敌的话，即使我们很快乐但是这个的本身就是愁苦。可是如果上帝悦纳我们，我们跟上帝有所和好的时候，即使我们遭受到患难，这样的患难也可以成为喜乐跟丰富的一种的泉源在美国有一位的摄影师他叫做 Henry Lotweiler， 他最会拍的就是这一种的芭蕾舞跳舞的人舞者他们的这个相片他用相片去捕捉到这些芭蕾舞者的力跟美。那么有的时候一群的人一起跳这个芭蕾舞的时候，有这一种的和谐有这一种的合作。可是在他的一本的相片集里面有这么样的一张相片，就让人感到非常的注意感到非常的特别。这一张的相片里面没有很漂亮的舞衣，没有优雅的芭蕾舞的动作，它里面有的只是一双这个舞者他的一双的脚当然这个的脚如果我们看仔细一点这个的脚上面有很多的保护措施这个练习是很辛苦的可是他的皮肤的磨损，他的关节的红肿甚至是变形还有伴随这一些有许多的不便跟疼痛，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一位芭蕾舞者，他在上台之前背后付上了多少的努力，付上了多少的眼泪跟汗水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这一幅的景象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会有怎么样的感受？你会不会想到你认识的谁谁谁呢？你甚至会不会想到你自己呢？如果要给这个的相片下一个标题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下这个标题有一些人说把这个的照片呢叫做舞者的伤痕确实这是一个跳舞的人，可是他身上有很多受伤的地方。可是我感觉到更好的，或者我更喜欢的是把它叫做一个的带伤的舞者 ，a wounded dancer。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在患难当中，如果你跟我也在患难当中，我希望我们不是一直的去想说我身上有这个伤，有那个伤，好多地方伤痕累累。我希望我们记得的是，我们是带伤的舞者，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上帝磨练我们，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舞者，可以跳出更棒的舞，让我们可以演出更精彩的戏，给世人、给天使、给上帝来观看。因为受苦定有来由，所以我们就能够确信患难是有益处的。经文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5节的下半段到第8节，给我们看见第二个的礼物跟我们可以有的第二个的确信是确信上帝的爱已经显明了这个上帝的爱的显明呢，首先是通过圣灵的浇灌
第5节的下半段，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看到这个的浇灌的时候，它不是像今天下那个比毛毛雨还要小的雨啊，一点一滴。上帝的爱是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浇灌，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啊，心里面最里面最深层的地方，而且是可以满溢出来的。刚刚的诗歌，这个少年团契的献诗也好，许多我们唱的诗歌也好，都在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爱是一种很主观的经历，爱是一种很主观的经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亲身的去经历到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观的经历仍然是需要客观的事实来当做一个的基础。因此呢，我们看到在第6节底下呢，我们看见上帝的爱的显明，也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死，把上帝的爱显明出来了。第6节写到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曾经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还不信主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是软弱的。这软弱像什么呢？就好像罗马书这个第5章前面第4章讲到那个亚伯拉罕，上帝给他应许说你以后要生一个孩子，可是亚伯拉罕说我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我不好啊啦，不好啊，那就是那种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软弱的、不敬畏神的、不把神当神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第6节下半段写说呢，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这些有罪的人死了。罗马书一直要读到第5章，才第一次出现基督的这个词。可是你也会发现，这一位的基督，如果是一个的这个电影或者是日剧、韩剧的主角，他一出场，然后呢，一出场就死了一出场就死了。基督的死，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是按着所定的日期所定的日期一个的特别的一个时刻特别的一个时刻。因此我们会看见说，基督的死不是一个偶然的、无可奈何的一个悲剧，而是照上帝所命定的一个特定的时刻来出现的。我在这边我按照那个圣经原本的文字，把这一个的这3节的经文重新把它那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死的这个字呢，出现在每一节或者每一个句子的最后面最后面大家可以听我来读读看原来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时刻为不敬虔的人死了。很少有人愿意为罪人而死，为了好人或者真有人鼓起勇气赴死。上帝就是这样彰显他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华人我们不喜欢讲死弟兄姐妹。可是你发现圣经讲很多死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基督为了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爱到死去又活来，死去又活来。没有人像基督那样的爱我们，是因为没有人像基督那样子为罪人而死，为你我而死。我过去有几年的时间在新加坡，在那里来教神学。新加坡经常的下大雨所以他们很多这种很宽很深的沟渠让那个大雨很急的降下来的时候，这个水能够得到有效的疏通。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年纪很小，可能3、4岁那当然这个沟渠上面就有一座桥每一次我们走过那个桥，那么小孩子呢眼睛就看着底下那个水。那每一次下完大雨之后，那个水就会这样子长起来，变得很高所以有一次我们又经过那里去的时候，我的孩子终于问我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说总有一天他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结果那一天他真的问了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他问我什么问题？有没有鱼？这个很好不过他不是问我这个。
水从哪里来？大家很有科学头脑，不过他没有这么有科学头脑。他问的是跟他自己有关的跟他自己跟那个水有关的，很接近的，很接近的。他问我说什么？爸爸，如果我掉下去，你会来救我吗？各位在座做爸爸妈妈的，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说，如果我掉下去，你会来救我吗？我们会怎么回答？会。我们的长老是那个非常的大声我也是一样，我说当然，我一定马上跳下去救你。可是我心里面有其他的想法，有个 OS 我心里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掉下去？好好走路是有很难吗？为什么会掉下去？可是我还是说我马上跳下去救你。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不害怕吗？”我说我会害怕，那个从桥那边跳下去还是有相当的高度还是我说我会害怕，可是我还是会去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听我这么讲了之后呢，3、4岁的孩子男生就很满意这样笑了一笑当然我是会游泳所以我就可以说我一定会跳下去我相信孩子在那一个的时刻，不只是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保护，更是感觉到被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为了爱他的缘故愿意这个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是很大的一个的牺牲我们看见牺牲是爱的表现，那么最大的牺牲就是爱最大的一种的表现。我们在当中很多我们是做人家父母的，当然可能你的孩子都已经蛮大了我们怎么去感受父母对孩子的爱呢？孩子年幼的时候我们要替他们把屎把尿这个陪玩哄睡。很多婴幼儿的爸爸妈妈连续2、3年那个没有办法一个晚上睡觉超过4、5个小时当他们国小要担心他们的交友功课考试我太太天天在跟我讨论说这个公立国中私立国中要怎么样要怎么去考，要这个那个迁户口等等的这些问题。到了他们再大一点的时候，那我们要担心他们的工作啦、婚姻信仰等等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操心是操不完的啦，担心是担不完的。有人说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成就你所爱的人的幸福，这个是最真实的爱。我想把这边改一个字把那个幸福改成生命。那这个话就会读成什么呢？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成就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这个才是最真实的爱。这个就像耶稣自己所说的，人为朋友牺牲，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牺牲是爱的表现，那上帝的爱已经向我们来显明了让我们也能够来学习上帝这么样子的爱我们，我们也学习去爱身边的人。最后在第9到第11节，那我要跟大家来谈的这个第3个的礼物跟确信是什么呢？确信至终得救至终得救因为圣经里面讲很多死所以我底下也多讲一点死的事情，大家不要见怪大家不要见怪这个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我可能这个先走一步我可能先走一步也不一定你说你看起来就笑脸呢你可能要看近一点看，可能会比较看出我的年纪但我可能先走一步的话但是我很有把握的是什么呢？你一定随后就到你一定随后就到，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嘛，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可是死不是一了百了，死后还有审判。面对将来的审判，你跟我可以有确信吗？今天我们在教会比较喜欢谈上帝的爱，今天我们在教会很少去谈上帝的审判，谈说上帝是一个会生气的上帝。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它的一个推进跟走向，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一步一步的恶化，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是那位公义的会发怒的上帝。
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就如同罗马书第5章20节所讲到的是说，在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了。在整个的第9到第10节这2节的经文当中，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或者对照哈。那么它的前面都是说，我们既然已经怎样怎样了，后面的半段就会说呢，那我们就更要怎么样怎么样。既然我们已经称义了，将来我们就一定会免去上帝的愤怒。第10节，既然我们跟上帝和好了，将来就更要从审判当中得救。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得救了，将来呢也最后的会得救。弟兄姐妹，上帝创始，上帝成终，这是上帝的大能，这是我们的一个确信。刚刚讲到神学院在神学院里面，每一个学生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功课跟压力，可是当我知道他们最辛苦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毕业讲道他们在那个3年级这个要毕业的那一年会做一件的事情叫做毕业讲道。他们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毕业讲道的时候，底下坐的人除了自己的同学之外，还有谁呢？还有老师不但有老师，还有教他讲道的那个老师你老师就坐在底下这个是不是很害怕我曾经侍奉的一个神学院那么他们那边就会去介绍待会毕业讲道的同学是谁谁谁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会加上一句话说，主若许可主若许可某某某毕业之后会去哪里侍奉。我每一次听这个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主若许可，他顺利毕业的话，那我心里很想问一句：你怎么知道主有没有许可你毕业啊？很简单，老师如果许可，主那就表示主许可了，对吗？所以我说这句话应该要改成老师若许可，这个他毕业之后怎样怎样。那我们又要问一个问题了：老师要不要许可呢？我们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做老师的我是隔壁木栅国小毕业的那边那个实践国中老师希不希望学生毕业呢？希望啊。如果我们自己教的学生后来毕不了业经拍摄经更小，到底是学生感到不好意思，还是我们老师感到不好意思？你懂我的意思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老师实在是很愿意这些学生毕业很愿意他们一个一个拿到毕业证书开开心心走出这个的校门，只要他们完成所有的这种课业上面的要求。照样在神学院也是一样，我们老师很希望一个一个同学都能够毕业只要他们能够完成在神学院一切希望他们来学习的。弟兄姐妹，你有听懂我讲这个例子吗？我们的上帝希不希望我们得到那个最后的救恩呢？希望极了。那么我们继续的信靠他，那么我们就不用再说主若许可这几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早就许可了。所以这个时候请大家帮助我好不好？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稳固的。那么这边我是列了台语汉字版诗篇125篇的这一段经文，请大家这个同声的来读这一段好吗？好，1、2，请。我靠耶和华的人，亲像鹰鹰摇的群山保卫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保卫伊的百姓，对这点到永远。上帝愿意我们至终得救，上帝愿意我们的救恩，就好像那一个群山包围的耶路撒冷一样，是坚固而且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的。弟兄姐妹，最后也让我讲一点心里的话。我们文山教会在文山区已经133年了我是在木栅出生跟长大在这边住了40多年。我相信我们教会一直的在社区，在这个附近来传扬这个因信称义、跟上帝和好的福音，传扬这一份的爱。我看我们的周报，台语堂加上华语堂，
全部加起来有接近150人聚会我是文山区的人啊，今年是51岁了哈。为什么要自己讲年纪，我也不知道哈。我的母会呢就在隔壁宝一路啊，宝一路巷子里面，以前景文中学它后面有一个叫重生礼拜堂，那个教会在文山区40多年啊，40多年，非常人数非常的少啊。疫情之后更加的少啊，现在大概20-30个人聚会。可是重生礼拜堂在这个地方40多年来，总共有5位的弟兄或者姐妹是读神学，然后全时间侍奉上帝的，包括我在内。我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心里都非常的感恩上帝的作为太奇妙。我想要问的是，我们文山教会上一次有人愿意奉献献身来读神学，全职的侍奉上帝，是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一定知道的比我更加清楚。或者我再问，我们文山教会下一次有人愿意出来读神学，愿意出来全时间侍奉上帝，会是什么时候？台神的奉献主日，我们不只要募钱，钱很重要，可是我们更加要募人因为我们都会老去，我们都会离开，下一代要有下一代的来接棒。我想要挑战大家的是，那一个下一次有人出来现身读神学的时候，会是什么时候呢？会不会就是现在？会不会现在就是上帝所定的那个日子？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我们是领受了因信称义，跟上帝和好的这个福音，你从年幼、青年或者中年，甚至年长的时候领受了这个宝贵的爱，那你知道现在就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么我恳求上帝，我也为你来祷告，能够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到神学院来接受装备，全时间的来侍奉这位爱你我、为你我牺牲了生命的这位上帝。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的来低头来祷告。天父，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得到光照，让我们心里得着聪明，得着通达。感谢你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份宝贵的爱。感谢你圣灵无时无刻的都在我们的身边，把上帝的爱浇灌给我们。主啊，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可以为你而活，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把自己的生命来摆上。我们当中如果有要被你所呼召要来全时间侍奉你的，也求你让这个的呼召能够显明，让我们文山教会的当中也有弟兄姐妹来献身读神学，来承接起这个福音的棒子，一棒又一棒的，一代又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递下去。感谢你，你的话语已经铭刻在我们的心上，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去行。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第608首。圣诗608首，仪表稳定，河顶甘甜。仪表稳定，河顶甘甜，救我脱离罪愆，将我失迷打得回归失明，打得看见。圣诗608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仪表稳定，河顶甘甜，救我脱离罪愆。
我心要大地回归，心灵大地看见，这段恩典甲我敬畏，行行必做安慰。这有恩典实在宝贵，我心就得恩惠。经过做试炼落梦，危险了苦痛，这阮带我安然稳当，盼我免得失望。当我肉体心事衰微，我命要苦灵魂三里迄时，也得平安欢喜。成道三更伫主身边，那日光照满天，欢喜吟诗，主恩照庇，学乐到万万年。请坐。只是请咱大家闭慢心来奉献。
请坐。即时我来报告，伫个今日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请，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求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书第5章第8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求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书5章8节。好，下周圣讲分担，领唱是赵玉乐长老，司礼是伫恁教执事，司琴是杨如玉姊妹，献诗是圣歌队。书献是张景元执事甲林宗豪执事，交台是张景元执事甲张世新弟兄，音控是曹明祥执事跟张信群弟兄，讲稿是李和传道书。下周聚会内容：拜三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题目是出埃及记第29章，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柯玉佳执事。礼拜，主日礼拜，主理是李和传道师，伊要讲的题目是脚底抹油啦，脚底抹油，经节是但以理书6章13节到21节，咱圣诗甲金句，则请兄姐会使伫个即礼拜，伫个厝内底大声来准备。好，请咱献到就袂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台湾新行义奉献主日，本主日礼拜是台神的奉献主日，咱真感谢台神史料中心主任吴国安老师来本会正道，嘛请兄弟继续为着拄仔老师有讲啦阁有目前阁爱牧人啦所以咱会使放伫个心内来祈祷，伫个遮我代表教会甲老师讲谢谢。好，第2项，圣诞节甲感恩节的活动的安排，这感恩节甲圣诞节邀请卡已经放伫个1楼的柜台，请兄弟邀请朋友来参加。今年就时间有调整咯这敢顶礼拜有已经讲过，就是感恩节是中昼，是11月11月23号拜六的中昼，是感恩节的爱宴场地就是个地下室甲旧堂，旧堂是拢放甜的啦甜的。咱真欢迎兄弟一家出一项菜，到柜台来登记安尼，大家莫客气先写先赢安尼。无你要出来才讲我要传猪肉，猪肉有人煮牛肉有人煮鱼肉嘛有人煮青菜嘛有人煮安尼你就无法度来表现啦所以。莫客气会使到1楼柜台来登记。中昼爱宴结束以后2点伫个2楼，伫个即个礼拜堂有感恩节见证音乐会。这主题是跨越时空的敬拜。下晡2点邀请兄弟继续留来参加。伫个迄天的5点半，5点半，咱伫个中庭有圣诞点灯的仪式啦，伫个教会中庭，中庭遐，5点半，咱会唱诗歌，在那边点灯，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好过灯天11月24号就是感恩节联合礼拜，一长鸟，11月24号感恩节联合礼拜。过来圣诞节，12月12月21号，拜六下晡2点。下晡2点是圣诞节庆祝会，过灯天礼拜是圣诞赞美礼拜，嘛是联合礼拜一场。12月24号拜二，咱有一个报佳音，即摆要去做即种猫空的鸟空的路线安尼，沿路的兄弟，咱会去甲伊拜访报佳音，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好，第3项，2025年曙光研讨会就是即2天，牧师、传道师、总执、会长甲
主流校长、献歌队队长，佮有敬拜团的团长，甲同工啦吼，因去宜兰2天，吼来举行这体育会甲美女都的暑假研讨会，愿主保守看顾因的骹步。第4项就是下主日，吼11月17号下晡12点半，要伫地下室召开这圣诞节、感恩节诶筹备小组开会，吼请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兄弟，吼就伫第5项，洗礼进前的信用课程是伫下主日下晡1点到3点，伫个大会议室，吼要上课，吼所以若有传要洗礼，会使注意这时间。第6项，儿童主日学报告，新一季主日学课程《福音总动员》，吼要伫个12月开始。主日学呢要伫个11月24号进行这个课程共备啦，吼，所以若有兴趣要伫个主日学来服侍啦，吼，讲故事啊，还是诗歌诶，兄弟拢欢迎啦，吼，踊跃来报名。好，甲这韵如长老吼报名出席，吼来，阮会来传这中道堂。第7项，少年团体圣诞节有一个活动吼，无条件的爱，就是因要12月规个月拢来庆祝啦吼，少年团体伫咧遮。毋过毋来因啦吼，阁有少年团12月1号说明，敢若1楼嘛有啦吼，大家会使来看呢。奉献的证明伫个好，安尼即马咱来唱平安礼。好，大家会使起立，互相请安。好，咱做伙来唱。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对上帝行日。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入光边，因为耶稣咱有国外的人生。欢喜享受主原名，欢喜加练伫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主事听。这是咱来唱所要面的圣诗，圣诗第590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咱来吟全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讨。心肝常常失落平安，斗斗我愈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亲信，袂有放心交托主，检查拄着有问题连。是啥物大烦恼？的确毋通
常常实际，就将大项来祈祷。兼有朋友到这真重，根本体贴万载好。耶稣在咱心的软，将这苦事来祈祷。世事也算拢无亏难，亲像担担要跋倒。一段救助咱通亲近，万事拢通对讨。朋友若有看见也这，通将这事来祈祷。主为应手抓查甫好，心通安然免烦恼。哦，这是我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顶天父上帝的疼叹，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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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